请到我台北嘉宾起来甲我拍稿，我哋 Skype 入邊嘅大兩頭歡迎，個有我哋話嘅 Google Plus 嘅學堂歡迎。Hello，今日不會節咯。今日這個答答。呀，個有，特別辦公室就食久啦，辦公室。辦公室背過啊，然後個有過三年，歡迎過三年。Hello。然後個有無幾個數，特別個就是嚟講幾個數嘅英國調。大家好。歡迎。Hello。然後個有搞啉酒嘛，不會啊？什麼意思？然後個有我的老朋友王光，歡迎。Hello，大家好。我尋問講幾個數過啊？你只招尋問講幾個數？你特擺你困了嘛？所以我為你講幾個數。幾個數啊？我都冇看過幾，我只幾隻點做棒棒就學幾對。可能幾，含食幾。唔是啊，你人會偷幾條嘅？你人會看到嘅，我個厝嘅對面有一個幫。哦，哈！哇！對。伊大啲紅高燈嘅邊啊呢，所以伊紅高燈啊，一種舊嘅，伊紅高燈嘅後邊有一個幫。你過去 judge 咪是只應嘅老早會老早過去。無，伊無去這個 judge 是，actually 伊大會破這個 village 啊，和美國人是真正出名啦，因為你人嘅 Pilgrim Fathers，這個 Pilgrim Father。伊個名是 William Bradford， 伊是這邊嘅所在來嘅啦。國中高啲啊？然後等陣，我俾問問光，你講你咩家己 experience 嘛？你講你乜一點 memorable 就係一隻鬼告訴成個乜聽過啊？你問香港。聽過。嗱，我啱呀。冇幾個數啊！未記，冇啦，冇幾個數嘅。咪姑啊！日本囝嘅邊啊是最最啊！日本囝都冇來，哦，有啊來啊！阿韓嘅邊啊，你咪阿韓嘅邊啊？我住邊啊？是阿韓嘅邊啊是我住邊，奧騰。我住邊嘅辦公啊？唔是，這邊我是去邊啊了。我嘅邊啊是奧騰本家嘛，奧騰，你是講話嚇？最唔是，你是講話？你是王光，三年是王光，我住邊？哦，靈光，過三年了，是過了奧騰。係點講過三年啦？過三年。哇！伊安怎安尼亂呢？叫變啊！唔是我啊，唔是我啊。唔是我。過三年。是我。琴日。你白叫變啦嚇？我 PS4 紅線。你 PS4 紅線安尼大聲啊 ？Upgrade。你上個747的那你 PS4。再冚咁你屌！係咩？佢講嘅冚掉。哎呀公。嚟。我住 B M P 我住 B。為啥你後度講幾個數嚟？冇辦鬼喎。你冇辦到鬼啊？阿毛鬼有啊，阿毛鬼。等，辦講你講學幾對，辦到學幾對係咩講啊？我幫你學幾對，我未記啊，做啊！對個未記啊，忘光。我條車架車起嚟嚇我，我笑我都忘掉啦。忘掉嘅。Alright，我講
記是我到這邊捌到一個古早我隨房間是 housemate 嗬，台灣來的。你又唔知講狐狸精嘅狐狸精啊？狐狸精哦，啊不，蛇精唔是狐狸精，蛇精，蛇精嘅。哦，啲一間厝嘅有樣拍死一條蛇，啲蛇咧就隻古隻，唔知講隻老了嘅蛇，你唔是講大尾，你就係講老了就講。然後嗰啲嗬，然後佢間厝嘅人隔了一個咧，可掉傷啦、接老啦，然後有咧死啦，你可能after 佢間厝嘅人搬走 from 嗰邊。我啲台灣去啊。台灣去。哦。個laptop 錄寫住啲 microphone 度，你吹我聽你穿佢。哦，sorry。咁，แล้วปอเจ้าที่ก็แบบคิดว่าปอเจ้าคิดว่าเด็ดหรอชุดนี้หมากไก่เจ้าอ่ะนองหลังเนี่ยมาแล้วหมากก็เดี๋ยวแค่นี้ตัว laptop 啊。係啊，我即係開啲 soda can click，我聽到。是喎。過來 ，confess 係咪？哈。嗱，不是我，個什麼？唔是 soda，是 something 就要緊張。不是我。冇誒。有貴啦，貴啦。你家己食物件的啦。冇啦，我都冇開罐。下了，問講了，人家搬走了，人家個別好事個。個對個舊伊หมาก搬走去หมากก็เดี๋ยว cancer。哎呦。是咯。嗱，你你講我聽。這是有影的啊，望光。有影的故事啊。伊是跟我講是伊聽，啊即伊講我聽嘅人是講伊聽，伊嘅朋友講嘅啦，就是人哋講咯。So the 正是就會這個 question。人成日講，人聽邊啲學緊嘅這年啊，嗬，啊是人平常時較只有來即聽幾個數啊，是講幾個數，是要別記tweet 一零，人係我俾每人看人。第一 memorable day 會記幾個數是得出嚟？是聽到人朋友講嘅，講我哋啊。聽別人學嘅你講你行去到忙嘅，行未出嚟。我冇聽到這個故事。講嘅啊，仲講嘅啊。我未記係咪講嘅啊？伊講，伊做你忙嘅行未出嚟。你講話講佢 recap 嘛？伊講未記啊！我可能在講伊做你忙嘅行未出，我未記係咪講嘅。crematorium 有一個人講伊壁會出來，你看拖出來壁嚇。講到啲馬仔，佢電嘅馬仔就啲咧。I think 就是係你啦。嚇，多百分三邊嘅。你知我會記什麼？我會記我 favorite 啊，特別想到就是英國中講嘅 teddy bear 啊，但係你到藤嗌看到啊！我係你隻狐狸。有另外一個就是青子講嘅。佢哋做鬥車嘅人啊，講死去啊，這邊。佢哋本身真係嗰啲，嚟啊。然後伊個另外一個看到，甲伊本看到，就就是係兩件。你話我掉掉啊！John 我嘛困啊，有一個啊，伊困啊，伊定自己伊做緊嘅發生嘅之類。哦，伊講伊樣做緊嘅位咧，嗬，有一個啥 store room 嘅款啦，所以 store room 暗哦，無伊啥無窗啊，蝦米會互外口嘅火照入來，你知哦？所以那邊是只暗嘅，所以如果有影佢開火嘅，然後無開火嘅話，你那邊是有影只暗嘅。伊遐一日咧，嗬，伊個日期應該樣遐邊有。拜啥啊？也袂講本嘅嘛，所以伊遐直接個日期紙抓就知哦。個日期嚟 store room 咪紙抓。
嚇，因為伊咪在伊外口伊係收銀嘅位置嘛，伊咪自己喺內邊嘅位置咯。啊，自己當然伊個甲我講，伊個甲我講，我係手真痛，伊講真酸，唔知咩事。然後伊講伊冇去管伊啦，然後伊咪去困啊咯。然後伊 the next day 起來時看，伊手烏青去喎。喲，แล้ว伊迄个學青食誒，吼是上個講人嘅手嘅咧食，喲，看見得掉你知哦，作就煙可哈，所以你看下，你看見得掉，แล้ว伊 the next day 伊嘛唔加支起，嘛刷出來食啊咯吼，伊手完全無聽伊，แล้ว伊學青食本慢慢無伊啊。我唔知係咪物件，然後伊個唔加支持啊，แล้ว伊講係樣係 store 咧嗬，啲濟人本不 encounter 過安尼款嘅 case 啦，是講樣是無去管伊呢，伊是買人 disturb 咯，安尼款。我講我第一件啊，兩條啊。一條啊，咪姑講你過大去咧，睡房間去咧，陰味嗰邊啊，冇陰味嘅，แล้ว伊迄個伊衫，แล้ว伊野出去外面，伊睇伊冇轉去伊房間嘅位嘅，係咧一條，第二條是阿龍嘅啊，你會記哦，伊啲講故事了。一個老人行伊後尾，假講見人哋講，阿龍買邊看，啊咧老人行去後尾嘅位。你兩個咧看到一個老人啊？我冇看到老人，我是看到伊後尾伊 cabinet 第二層有叮當啊，蝦米嘢？啊，哎呀 I think 人西都看到。我冇看到。I think 我冇 join that episode 啊。應該講。特別我特擺看嘅嘛，我確定確我John 放出嚟先，我特擺看嘅嘛，我都冇。假講都看到 ，because 假講甲阿龍講，買冰看來買冰 ，because somebody 看了，伊買冰伊要去看了，假講買冰看。對，若是講你買冰啊，若是講你看到物件，你 suspect 你看到物件，你愛冰咗，你就愛規身軀。180 degrees turn around. 若是講你無安尼做啊，你敢若用把手去冰啊，咱人家己 on 咱身軀有 chakra 嘛，就有火啦。大啲你嘅頭遐，大啲你嘅迄個頸頭位。嚇，你若是講你冰你敢若用頭髮去冰，你一個火會熄去，所以你嘛是無安尼關咯，所以你若是愛冰，你冰個了看咯。แล้ว你若是講冰個了，你咪10度冰個了，咪是你薄薄啊，唔怕，根本有隻格啊冰。可以了啦，你未使冰。無教開嘛，你規身軀冰啊！伊話我叫你薄薄一塊嘅啦，破。戇啊！假講咧，我聽到我毛鬼長起啊！咩事？嚇？咩事 ？Because a few of us could sense the thing moving behind. 哦，哈。你會記哦？ Then after that，阿龍就講啊，伊。staff 啦，伊個咧內 intern 啥講啊，有物件去伊 office 嘅位嘅，伊樣看到。有時是迄個spirit 嚟達到講啦，安尼款嘅物件來，你知哦？有時唔是講是鬼 ，sometimes 是迄個達到啊，係咪款嘅物件？迄個 spirit 在。所以若是講，伊若是達到講啊，伊若是無來因邊處理啊，你若是去 take 是掉伊入路嘅，對唔對？對啦，對，因為有時咱看到嘅是迄個山神啦，有時是達到講啦，因為咱大安尼款嘅 area 就有安尼物件嘅，了有時唔是鬼啊，鬼就是無相嘛，了鬼本有迄個響嘅甲無響嘅本嘛，實際咱無去做伊，你無做伊講地主講，有時你若是無做伊，蝦米會
鬼甲神甲虾米，本都无做伊无做路诶啦，是讲咱特地去做伊啊，是去 annoy 伊啊，特地去做乱伊，伊就做烂咯。嚇到青驚嘛，看到時嚇到哇，你嘛？伊人講鬼驚人切血嘅喎。哦，鬼嚇驚人。我細漢嘅時，食鬼嘅，就係我唔敢去站班嘅，我就叫工人同我去。我徛佇迄個站班嘅門嘅後尾啊，你門袂使開袂使鎖咋，我細漢嘅時安尼款嘅啦。安尼看啦，伊都AI 係就中佢迄個面卡變過是刀嘅面卡變過嚴正咗吼。Han啊，你講啊鬼驚咱鬼魂啊，但你安怎會知你家己啊會運啊管啊嘅？你運啊是嘅，點聲伊鬼定就來插亂你嘅。是啊，知啦。是安尼啦，青子，咱人嘅心就愛平本，若是講咱嘅心無平啊，伊本會做亂咱。若是講咱若較勇過伊，咱較 strong 過伊，伊就袂做亂咱咯。對，I agree。你說我古早我做工我大去客棧啊，若是伊來吵亂我起哄我大聲我講用吵話咩，伊袂吵我。我 agree with you， but 你家己心就要克你若是無啊，較愛平嚇 ，because 啊，我係咪數咋？古早就講我細漢嘅時，行鬼啊，係咪學工人嚇過？我人細漢啊，迄個工人愛教我人講鬼嘅故事啦，迄個變招長嘅鬼啦，嘛針啦，迄個真骨腿嘅，迄個巴肚吉靈嘅鬼啦。做到我人細漢，我未聽個人講定。然後做到我人真得驚，就是安尼款啊。嗰陣時時我會講，當時陣時我有10歲了，我10歲了，我會講來教啊。伊講，係咪說安尼去站班本就愛人徛落外口，佢袂使敲門，然後嘛甲伊講咯，有鬼啊，咁伊就來，伊就講來接落去，我甲你講，所以。伊甲我講迄個故事起啊，先then我無驚鬼就。講我呢個故事，等 before 你講嘅時，你講你巴肚吉靈嘅鬼係咩講？伊人講啊，唔係巴肚吉靈 ，actually 是 spirit 啦，唔是鬼啦。咱細漢伊嘛伊個工人嘛，咱甲人講是 spirit， 伊嘛是講是鬼咯。你因為你知啊，細漢嘅時啊，你請工人，就使甲你講我拍死我無請工人嘅，我甲你講 ，because 工人 full of nonsense。甲人講個咧巴肚吉靈。有鬼，佢夾迄個巴肚吉靈畫目睭，畫鼻孔，個畫喙，個夾波包起來，我會記到啲係。係咩物件？你工人是陣用阿莫丹走出嚟是冇？係啦，我甲你講啊，我細漢時只起哄，我小叫我就起哄在哦，就是可能學工人嚇過啦，所以啊，我人啊，前下坎坷要請工人當今。伊人夾迄個，你知你巴肚吉靈迄個巴肚，迄個長長嘅臉嘅，你知哦？然後伊講伊畫目睭，你畫鼻孔，用 marker pen 嘅。哦。唔知有時 permanent， 還是無就無 permanent，because 我知個 after that 伊寫迄格嘛，無就係照講伊唔是用 marker pen， 伊用灰炭。我袂記啊！細漢嚇，我真係我會記，我細漢嘅點聲，我係工人，伊唔是講鬼，伊講神，迄個巴肚嘅神。哦。嚇！你一日來做咩？一日來拖字，你知哦？因為講啊驚，個半時啊叫我暗暝袂使開目睭，就愛大點個，你知啊？細漢嘅時了。下古是個人講要見招長嘅鬼，我人嘅厝後尾，唔是我人嘅厝，特別後尾人嘅厝再正一見招長嘛。你一個講迄個夾咧白嘅山北，了潛啲迄個見招嘅迄個棧洞啊，你知影啊？潛啲下邊北一個山，係一個尖，潛啲下邊了，看過了北啲你卡位，你卡會翹啦，會阿咪啦，了你迄個。見招伊會會流啲迄個白嘅山落來，古咱細漢咱相信，咱100%甲咱講係咪咱嘛相信嘅，咱會講係咪？有個即個有影啊，白嘅山，有白啲嘅大壓力啊。because 我嘅高腰迄個隻較懸較大個我嘅腰，伊就好多 accident 過世咩？伊真正離奇咧，伊無相信。
伊无相信啊，伊白了伊阿妹啊，规间厝我叫我嘛，甲了困了伊落来啊，一叫我小妹甲我喏对伊落来啊，伊我人坐去迄个啊高我边个位啊，哈，伊山丢啊，了，伊讲丢了，我看伊山叮当，我讲无啦，你家己卡家己一个，伊讲无我卡无叮当，伊叫我人验嘿，会 feel 到我啥惊啊，无是惊了。走去樓梯去困啊！我攰咧唔加困㗎，日何尖頭擒物頭嚟嘅嚇，有無人話人即邊下個話人破打了啦，係你細漢嘅時就是下掉啊，就是講一個必生嘅戰動咯，一個了係你巴肚吉lin嘅鬼咯。哎喲，甲你講啊，下面物件我人捌聽過，古早細漢嘅時，講about迄個日食去拆啲迄個房嘅，係啊，macam-macam。啊。我教佢。我教佢迄個我有。你會甲我講你講，安怎甲你講啊？你變做無驚嘢。嚇，到本時我係講袂打閒啊！你看我人安尼款，毋是我一人爾呀，我啦，我係小妹本安尼款咧，叫我坐落去，我甲你講，伊講鬼是倒落來問我人，所以我講毋知，伊講鬼是毋是人死了變鬼伊問我，我講啊個是啦。แล้ว伊講安尼款，鬼甲人毋是像啊，是講伊大無像世界爾，伊講安尼 ，because 你大無像世界甲伊，然後你驚伊本驚你，但你驚伊嘅時啊，你會面更加響過迄個鬼嘅面，你知哦？伊講。若是講你看迄個鬼啊，你着青驚嘅款啊，安尼響迄個鬼看你，伊本是着青驚啊，你看伊響咯，你若是講你驚伊，無較假嘅安尼款本，若是有有鬼啊，無着啲人嘅世界，伊無相甲人嘅，伊人本未看人本啊，伊人啲那邊嘅世界，伊都唔知人啲有啲，了是無着啲是相甲一個 time space。是啦，特別古早是你係看到呢，然後無條啲伊本未看到你。咱當今咱大人了無相會係咪嘛？古早是囡仔，伊要去 explain 或者囡仔驚鬼嘅聲，伊嘛是用安尼款嘅物件來講咯，對哦。較好伊甲你無影嘅，較好伊甲你無啦，無鬼啦，無影啦，了。特別whatever 一解 works 喎 ，after that 我就冇驚住喎。好啦。我問你啊，你講 whatever it is 啊，鬼看咱會驚啊 ，it works 啊 ，you cannot explain it away like that no。你若是有真正你看到嘅時，你家己就驚，你要做啥物？我問你做啥物？走啊！是啦，特別我。阿 John 都來時咱朝英國中去出邊啊，即係 haunted 嘅 village 啊，咱去大下邊前咧。我去啊，我是成家要留咗安尼呀。我本是大啲真正垃圾人講啦，真正垃圾嘅一間嘅厝。我去個我係美國嘅朋友，美國嘅人啊來做旅行啲英國嘅時候，伊人真正愛去嘅真正舊嘅厝，大間，真正舊嘅厝，伊人來去看成個 Downton Abbey 嘅塊物件啦。所以我放工兩禮拜，我駛我車去個了一個大間嘅，了有內節人大啲一個 castle 啲 Northumberland，伊叫 Chillingham Castle， 人講啊，這是第垃圾嘅 castle， 人大條邊啊，大一名呀，買大個。假了，伊逐擺大一暝爾，人聽到聲，看到物件啊，是啥物？了人大條邊嘅時啊，我困甲捌啊，了困起來啲早起嘅時啊，我嘅美國嘅朋友講，哇，你有聽到無陣咩？我甲伊驚半死啊！伊講啥物？伊講伊聽到鐵線嘅聲，人大嘅房間啊，是啲嘢，你知啦，castle 有一個成個樓一個。關嘅樓啲絲夾啲嘢嘅，夾頭嘅有一個絲嘅，人大啲一個，
啲嘢店面，所以你特別起時啊，你起嘅樓梯一些啦，然後啲店面個位嘅妹，你入嘅妹啦，然後伊講啊，佢咩一聽到人啊，啲拖住嚟鐵線起樓梯啊，然後到伊介驚住佢，然後伊要叫我，伊唔未叫我，伊聽，伊頭先伊聽嘅時啊，伊啲伊嘅樓卡，然後伊聽到啲大聲，成個起來樓梯，高階妹嘅時啊，伊啲等伊妹要開啊，伊妹個冇開，然後佢冇聲氣，然後個在啲樓卡嘅，然後叫聽，佢咩聽到？哈，唔知啦，你冇驚耶穌嚇，家下自己嚇未跳，我走去樓頂。到時冇咗，佢講即係你冇用嘅名，就你可以困咩？冇啦，伊聽到我話，伊聽到我話了，伊驚了，伊走。咩話？你彈呀？哇！話是 snow 咯，話唔係話。花是什麼？花衣啦 ，frighten 啦，花衣啦 ，snow，那個你下花。你來，在路買菜魚就買好快啊！就是咯。伊個對啊，伊個出去買我買快嘅。爸比我冇聽到破行。你若是講你若是無驚，伊本袂做人路啦。伊才講你驚，無你該做人路啦。講做人冇呢樣事，我是講 sometimes 係人是小啲 listen for the cues and the clues 啦。因為伊無呀，伊一頭無 tune into 伊個 space 啊，所以伊袂咁你袂通。Not on the same wavelength。特別唔是啊 John，有時啊，咱人無調啲要去看伊個啊，但咱成句會互咱知，有個人會感覺。你像我去一個餐館啦，咱人去餐館，咱嘛是去食物件，咱嘛是走咯對哦，咱有時咱去toilet，要去砧板，要去辦酒啊，咪了啦。我頭一道我去一個餐館，我這邊呀，一個pub來啦。我頭一道入去，我去伊個砧板嘅時啊，我行入去爾哈。魔鬼長。我規個魔鬼真正長甲去頭殼，甲你知 from 我嘅 waist 長起來，你知喲，毋是嗰啲頂管爾，你知喲，真正長就對啊，啲距離就對啊啦。然後我後尾特別激招嘛，變咗做要走出門邊。魔鬼長啊！一啲抌，佢 waist up 長啦 ，waist down wet。哎呦，佢個長啊，未打閒了，無法再辦酒，所以嘛，後尾去辦酒，當甲別戶。然後你知我就是講啊，我安尼款嘅 feeling，我後尾寫為 breath 上成了嘅呀。然後佢快出咯，出了，我未記得伊啊，真久無去啊，你一個餐館真久無去啊。然後真正係是今年，因為我人去過一間。上雜了啊，無位了呀！我人講我去迄邊啦，迄邊好食了去到嗰時未記甲伊講，伊個 toilet 安尼款就走去 before 我去食，我就走去 toilet 就。哎呀，係直接啊！我甲你講啊，去了 toilet 出來，我坐啲迄邊啊，我心袂爽，規個袂爽掉。無啦，無就未記了誒，我未記了誒，啊不，即個 toilet 安尼款。特別你去教時，你無感覺，莫佢長時間你心亂亂嘅啦。冇，我去toilet就是，我未記我一舊時講，我要去toilet啫，然後未記講伊toilet安尼款你知哦。到一個toilet出來呢，我就是藏啲內邊，然後出個來外口就是亂滾嘅，食本未爽呀。哦。你會記啊 ，John， 這家講嘅 experience 係上個南西都會看到嘅。南西講前一隻故事啊，一去。菜館嘅 toilet 啊，伊只行入去啊，伊會知，蝦米人是行着，蝦米人是唔行着。你會記哦，咱會鬥嘅頭頭伊 usually 伊 patch 啊，伊去 McDonald's 啦，去一個 restaurant 嘅，有一擺啊，伊 patch 了，真正亂，伊後尾嘅 background 一個 group。
少年嘅患啊，去後尾嘅位啊，所以我哋衝啲嚟講，哎呀，你氣好病，安尼亂嘅出嚟，南西可以人哋講咧，嘰嘰卡卡了，南西多是按南西甲頭家講，好咧，我阿甲你對下好。after 頭家對我問我講，叫你趕頭家，伊講唔是講，係咧後尾嘅咧一堆嘅少年患啊，個了，唔是正對嘅人來。哦。你講伊看到伊人係面無相嘅，南西看到安尼物件喎。哦，是講伊是人，特別伊是無一隻係無好，等下有 negative 嘅。最嘅解釋係嘛？最嘅解釋係嘛？後面數特擺幾安尼數個大啲咁慢咧？唔是，這個唔是咁慢。這裡是我知啦，特別安尼謝人講，安尼謝人講氣菜棍啦，那是咁樣。我哋嗰陣時含十句。我含十句。我知。嘟大好，安尼嘟大好，伊人就會大啲咁慢。嘟大啲伊吵架啦，那是。你知咩事？你第一招 activity 嘅位。human 嘅 activity 位就是合併是啲嘅 ，because 就是你講樣嘅 energy 就強嚟講，係咱人嘅 energy 強嘅樣就買到啲合併。做咩數學等？做咩數教？咪咕嚕白曉多變解釋，你變較順意，女人那是行鬼嘅，較夠驚，所以好變啦，你定定看到鬼就感覺鬼。誒，特別冇你本身會解釋安尼看嘛？阿 John 冇，即係英國講冇喎，我唔是特別拄到啲獎品喎，我捌拄到啲嘅咯，我冇捌拄到啲樓梯。期待喎，我唔捌。我俾佢啲啊，看到伊然後笑咗這啲。唔捌。佢都過咩期待？等於你話都過伊看了，你唔使看伊，看鬼咯看。唔捌，係期待唔捌，捌拄到就是大嘅咯，我係捌了，大啲樓梯啦，樓梯啊，係咧樓梯嘅位。特別叫我在英國中嘅reasoning 啦，咁is a reverse 對嚟講是 ，because 你較掂咧，是能夠拉沙條講。我未講你聽這個故事，昨暝我接起我二個嘅戰經要講起啊，咱到一隻話啦11點，然後我特擺要困嘅時，我特擺就要講起嘅啦，所以我講伊聽 ，you don't mind 啦，我講起，然後我去困啦，然後跟了人去困了啦，然後我接起伊嘅戰經啊，我介條車驚啲一個啊，我看到那邊伊行，有成個字嘅，你看人成個寫字咧，我條車驚我跳住誒，然後就是我讀伊字時，我看到伊要寫互伊走啊，叫伊走啊，轉伊水轉較暗，互伊水袂流。特別你 agree 甲我無？你 agree 甲我無？你看到人寫物件啲行玻璃，行嘅玻璃，真正驚嘅你 agree 甲我無？你 agree 甲我？我講你看到頭先嘅時候，梗係驚一個。你看。用 lipstick 啊，用 lipstick。英國中啊，陣間你喺啲鬼嘅 movie 啊。The Stephen King 嘅啊 The Shining murder in Red Room 字時啊，你時我看到伊字時，我想講人寫成個物件成個我哋看路，我哋對路，成個人講啊，我知路做啥物。英國中我甲你講一個故事啊，即係我有捌回去別人學嘅你了，你五個會看到安尼物件。我知啦，五個特別。即係 traffic light 係為你知古早我人換 mini 嘅車嘛，但是兩人就平平白，一擺伊換車用伊車，一擺我換我車。前尾我人兩人對啊真正換了啦，就去食甲朋友啦對啊。去咧紅海白海去一個crossroads 啊，Damansara 甲 Marah 嘅位啊。
面前也有车，后尾也有车，咧边仔有车，伊边伊看到咧就讲行，我讲笑啊，红花你要叫我行，我听到了这个故事。伊看到伊讲伊看到迄个换车的人啊，伊面是normal 的人啊，伊讲迄个人的面啊是像个人死了迄个 skeleton 的面啊呢。我讲你笑我安怎看无条体，无条体，伊是有影安尼款呢，无条体伊是人着啥物病啦，啥物伊的面露骨啊，啥物伊着烧了的面啊。係咧，我唔知伊講是 skeleton 的面啊。你知咧個個伊看到安尼物件誒？哈咧有影我真係驚，特擺個伊個數我真係個你會記你個我講佢個是你 twin sister 嚇？伊個相生。你個會記個數你會記咯？我會記，有一道伊人要駛去一個，去駛伊個 North South Highway 時有人入有啥物拿啥物物件入去個車坐喺後面啊！迄個查某死嘅，伊坐去我人後尾位嘛啦，講出嚟啦，死咯！你會記哦？你英國講你人真細漢嘅點聲，阿公嘅成績人甲了對去，個無通就啲咗伊大間物件。แล้ว阿妹賽去咧 Federal Hill， 伊看到咧查某。啦，伊講人聽了啦，咁了。即係講佢啦。แล้ว你記到啲應該當你對記你細漢嘅時，你厝呢？講你隻人會看到，你厝人你較濟你厝別嘅人會看到嘛？你有捌聽過別嘅人，你厝人講故事，因為你都無相信。我本是想講我看到一樣物件，特別我家己無相信家己啦。我細漢嘅時，啲我人大嘅所在是，我Lake Garden出邊有真係隻人伊嘅厝是。古早嘅是政府人做工喺政府嘅厝嘅 government quarters 嚟，แล้ว有一當我啲講話甲我嘅物件大啲後尾呢，所以我特擺 Apple 嘅時我無蝦米做去借落甲伊去講話啦，แล้ว伊後來伊 Apple 落雨了，人會看到伊嘅房間外面是看伊人嘅厝面前，看伊路了，看伊對面，人對面無半人大，對面是甲了長，甲了是一個溪來，你落溪，了有真係斜長嘅，了有一道落雨時，我講較物姐，你查某邊是做蝦米？了物姐講無半人啦，你看咪？了講一個查某，了物姐。邊看講無半人啊，你免搞滾啊！我看到一個查某真正懸嘅查某，差不多我想你細漢嘅時，你想講大人本是大嘅啦，特別即個查某有影真正懸，差不多6尺啊7尺嘅懸嘅查某，真正山，他毛青白嘅棍。伊個鏡頭搞到伊個卡，鏡頭搞到伊個卡，白個棍山啲徛啲伊個長嘅下底，了落大雨咋無？唔是落雨手呢，落大雨，伊啲徛到邊，了我直看伊落伊個溪去啊！慢慢行落去啦，所以我較出來我唔知啦，我無看到伊面，我看到長頭毛呢，黑頭毛。長嘅頭毛搞到伊差不多伊鏡頭。你是講你看特別伊是規身軀是青白衫啦，然後伊行，伊你看到伊後尾是看到伊嘅邊啊是頭前。我看到差不多後尾差不多邊啊，安尼看伊邊無看人，伊邊是看落伊嘅溪。然後我直直看嗰時，伊成個行伊面前啦，伊落伊嘅溪。我頂擺我係上網看到這查某啊，去嗰個街路邊有伊駛去伊個車，去無條件是上查某，無條件上 because it's the same side of the road。你一行就才行，喺你前面一到厝嘅時啊，伊卡電話人去邊樣呀？你講了話，我咧電話我嘛互我哥聽咯。
英國將會聽咯。我係哥啊，我係三哥，笑伊啊，一個窗點去看，你看到你查某嘅腳有動去背啊。你鋪掉。啊，我只我也上個話嚟看，伊未看到鬼，伊未感覺係咪誒，伊無 sensitive 誒。特別是個債啦，是伊誒。是個債咯，係咧是 injectodin 誒攞攞那是攞係咧攞是攞去 injectodin 係除了啦，แล้ว係咧 K 誒啲啊都冇除了誒，係咧 K 啲是都冇除了，冇幫人嘅，冇掉啲就嚟查某死好病啊。Why do you think young come that road now? They close the road now. 唔知啊，ilang may develop 啦，ilang may develop. No, they cannot develop. No, that is all. Wilayah apa sih? Federal Hill. Federal Hill. Di Kuala Lumpur sa Penang. Di Kuala Lumpur. Di Lake Gardens Jadi Sri Padana, Kucha Mahathir chua. Yang Engkok Chong lang tua si Sri Padana ở Boy. All the Division 1 officers tua học pengen. 我個航空嗰時候都定過，是你只見嘅故事就是即係青子係我陪就咯，你唔見？但你是司老闆？唔是司老闆啊，導遊嚟，導遊。導遊個唔是司老闆，我成個司老闆。interrupted 青子同埋青子講仲屬於羅威琴。哈，這邊是呢個羅威琴。I don't know. Because January, engkau cakap lu this year si last year lu January lang tu nai. January lah, kini lah. Kini ya. Lalu kat cia ma, so I take the shortcut through Federal Hill. I tiam-tiam I kai I go tiam-tiam di hua kong. Go straight. Wa kong cannot go straight. Ilang bo xiang xin wa kong there is no more road there. Ilang bo xiang xin wa. Wang ki ka le soa teng bina. Look at the sign, dead end road. There is no road that leads up already. Jalan Kelantan si cul-de-sac si dead end lah mah. No, Jalan Kelantan is not a cul-de-sac. Jalan Kelantan goes into Jalan Selangor. Jalan Selangor. Kali tiap siapa cuci Jalan Terengganu? Jalan Terengganu long tiap nam kiwa kong. Jalan Terengganu anya Jalan Terengganu now it links up and joins Jalan Selangor. But what I keep telling you all, no more road. The road is closed. Luang bo siang sinwa. Kalan motel TE lang tua Sri Padana bo suka lang sai kwe. Ilang kia bo ene anjuan. So ilang kami lola. Bo yeah. It's more this thing to go straight. Now with all the traffic jam and MRT come road that road is very busy. Everybody takes a shortcut there, to come up to Bukit Damansara. Hello. 我咪諗個阿韓你嘅 favorite 細漢嘅當聽過故事 ，including 別人學緊還是芭蕾，你自己捌聽過幾個？我覺我覺得我係。阿媽，我係 grandmother 有一個菲律賓嘅妹咯，有工人咯。然後伊嗰啲真夠好啊人嘅，伊人講伊人菲律賓有一款鬼遐是一個人嘅頭，特別上加棒嘅迄款喙啊尖尖嘅哦。然後伊是專門數敢若頭爾專門數大巴肚嘅查某嘅血安尼款嘅物件。然後伊會長啊，蝦米你飛來飛去，我驚死咯。上個人講死老闆啊！唔是，即個that's why 你看有嘅κλing嘅厝啊，伊當吊嘅梅頂邊啲梅啊吊嘅血尖嘅，所以咧鬼啊未飛入，如果啥伊。等下條茄啊，條茄嚇。後面來，我無明白，後面來，伊個頭了，一個無身軀嘅啊。
伊無是龜，伊是一個頭甲伊特死啊。伊大個了就啊，即個哦，所以你成個本地啦咯，本地啦無先。嘅龜嚟啦，叫做人飼嘅龜嚟，即是飼嘅 spirit 嚟啦。伊唔是老闆咩？成個老闆啊，是老闆嚟啦，是老闆就是所以干有人飼嘅嘛。了伊會底是伊會大個了伊會。我去等下檔咧，鬼錯呢，你跟佢頭特別我不聽過是佢食啥貨。要，若是查某成囝爾，伊就再來嘅。咁是跟啊，成囝人嘅比例，未怪啦，合男嘅人講。因為我把聽到sorry, we were so late last night. 佢哋比例啊，還啦有上線之類呢，會嘅。特別有影還是無影啦，唔使嗰啲監風嘅人，自家愛講嘅呢個數嘅啦。對。即係即係諗下正嘅唔得。yeah， 可能告訴我，菲律賓有嗬，佢講咧。努山卡拉嘛。伊個講有一款龜啊，是頭爾。你就伊就暑假去做囡仔家啦，你袂使挖你的頭落去床的，你的bed的樓骹咧，伊就看到你，真是啊！誒，啷個出去乜嘢名稱卡呀？對下你。驚啊！你成個名稱卡，你就你驚唔夠你看名稱卡咧，飲你看名稱卡，結果看到唔驚。我冇驚，我冇驚。驚哦，我疼。你看當今只隻鬼戲樣，佢名稱卡就哭咯，其實我當時冇驚啦 ，because 真係咪數啊 ，John， 古早啊，我細漢時我講我媽樣嘅名稱只，伊樣名稱只管嘅，你知哦，唔是上加拉你名稱講起嘛，夾嘅就。伊波色俾伊夾慣嘅。真係慣嘅呀，แล้ว啊，你係是徛喺下咧名稱嘅邊啊，你卡出就搞伊嘅字藍了嘅就，你免白起，你唔使講啊，按照白起名稱嘅，你坐落去呢，你就搞字啊邊了嘅。所以咱做囡仔時，是唔是咱去出到名稱卡，是下咧名稱卡 is quite 管好啊，人唔是啊，細漢嘅時。所以我有驚，我講出到名稱卡關事嘅。我呢名稱卡係是 clear 就冇得驚咯。呢名稱卡係講雜係咪驚咧？暗嘅，你特別酷，你去看無咪看得到，那個時候，你飲咪吹咪驚是？少啦，當人名稱卡真少，當人名稱卡真少，雜咪驚嘅啦 ，because 人無暑假係咪驚名稱卡防水無好嘛。我會記我細漢嘅時，若是去到阿七路，咱頭尾去名稱卡。我諗本上，我講拜九衣啊，扎起來。梗係講了，我前次話人細講名稱卡就有嘢啊，真係頭尾啊，俾人講嘅事情啦。係九衣下面啊，扎係了啊，若是掠到嘅徛起來袂記啊，嚇叫講叫空。名稱卡名稱卡咯，就是你可能或者咯，然後那是做咧，你鬼嘅告訴時候，你走去貼到阿隻路，見到貼到阿隻路咯，就得頭尾做名稱卡咯，唔使咯。有可能是見到頭尾條是，那是後邊有人成啊，你咧邊個一看就只咧出來了，咁啊是，他的你愛見哪樣？啊，所以 imagination 就 wild 咧。有咧鬼，但係我就係鬼告訴就是。試過個歌嘅名稱啲彎當中講嘛是真正慣嘅嘛。真正慣嘅，你會記到你細漢啊，你困起你行入來房間，你夾你卡都未看到，你行咧，你就夾去邊啊，掉起夾起來。我真夾掉邊，你看。你唔驚，你看你唔驚，就是你名稱卡嘅，名稱卡你卡出，然後咧直接咧嗬，你開目睭聽起來是 through 你卡嘅嗬，你看到隻頭呢，拖起來看。你講嘅嘢內個，你諗佢家大班啊，空氣炸咧飲就走嚟我人嘅房間嘛，咪白起來啦，門窗嘅嚟攞，邊係聽到聲Patrick 叫朋友啊！嗰當時是第4行咧。有。baby 啊。有。你就借兄弟啊？係啦。
英國中。英國中。啊，啲 Frozen 啊，英國中有幾下啲啊？一三，一個六。樣會三嘅嘛？寶是大 ，Peter 第二咯，英國中咯三，一第三咯。哦，Peter 唔係 Matthew 啊？伊是寶三 B 嘛？寶 Peter Patrick 嘛？哦。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等陣我這邊咧聽佢驚嘅故事，什麼故事都只只驚，伊罵得只只罵佢看到，佢罵佢掠鬼。無，這幫我金條做袂好，我罵都袂開嘴。喂，見到我講佢你媽啊，什麼？就是咯，無去問伊個啦，我金條就做袂好事。你把刀咩學金條，把刀夾 cash 去。就是咯，這個特別，這邊個直接落河拍袂打。不唔是，伊個喙啊，特別殺講你會掉，伊喙咁尖咪金條夾攞出來啊嘛。我這邊如果講你捌聽過細漢嘅鬼故事，才到喙聽鬼故事，我未記咩。厝聽呀，真少人講鬼故事到厝。我邊年福建有一道是講，唔知是唔是邊年，即是邊年福建講，唔知客人講真正濟年前啊。有一間是查某講嘅，還是查甫講袂記啊？伊講 something about 伊人嘅厝有了，伊講伊人嘅厝嘅鬼真正響嘅，了是安怎啊？了伊出來伊啥物？伊 SMS 人啊，咧伊鬼載着啊，伊實是伊鬼載着啊，大咧 SMS 會 send 你 SMS 是安怎嘅哈？菜只媽講嘅。迄個真正響，我就才驚嚇到啊！鬼打，到佢只無用手電話驚死。我唔有喎，嗰陣時裝真。我就到冚機半暝，就到。係只嘛？伊 SMS 冧晒。哦，你講你袂使講伊鬼仔。哦，要。嚇，係你真正久啊！我係記一個嚇，係啦，無咪鬼嘅無咪鬼故事啦，我故事個了無半項嘅啦。你靠鳥抌啊！你個靠鳥抌啊！你會記哦咱嘅大家啊，唔係福建大家，伊帶去美國嘅，伊做工去老人間嘅。了伊講伊一個老人，伊有一個啥物巴東啊。朱比來啦，請。哦。然後伊迄個老人死了，伊巴東個有地都對來嘅。哎呦，驚死哦！啊，我甲你講，古早時，我係小妹嘅。伊做工去美國誒老公厝誒時。哦。哈你點寫誒時，伊有心，伊大巴肚誒時，然後啊，伊大致放假嘅點寫嘛是去休息咯。誒講有一唔知一人放 balloon 嗰啲喺你房間，唔知是有人嘅生日了，放掉你 balloon 啦，我唔記啊，我就去問伊個一道，然後你 balloon 對伊都知哦，對哦，同我講，balloon 對喎，對嗎？驚個半死啊！你講啊你。balloon 對個你房間嗰個你看伊車啦袂，伊車對個我講嘅故事。伊得咯，得車。伊到美國。反正我個另外一個你講就 balloon 嘅類叫即被吊槍衫啊。微博啊！我是有講過一個 balloon 嘅，啲 stage 嘅人講嘅，一塊喺度鋪嘅。
John 你叫一個迄個 spaghetti stripe 嘅是咩故事啊？啊，我會記迄個是 Barbie 誒，呀。spaghetti stripe 嘅我記有隻 spaghetti stripe 嘅是查某嘅嚇。哈哈哈哈！啊，是 Barbie 是什麼嘢都未記啊。helicopter 啊。Barbie。我係記，伊講就係較伊水嘅嘛，係伊看到。成 spaghetti stripe。就我想到唔驚講啊。嚇？我想到唔驚講啊。講。我係客講啊，幾時呢？然後我真係估啊，幾年啊，幾年啊。一擺破嘅時咯，學咁幾度啊？迄個度嘅了是家己人嘅，แล้ว佢唔是啊。佢唔是家己人，特別破食了破度，佢了走啊咗。特別啊，未走之前嗬，佢哋多頂嘅人坐了都，佢人唔是伊家己人啊。就講規個嗰是高兄弟，佢了規度是安咁嘅，特別佢唔是家己人，然後佢啲烤啊，烤，人耍啲烤，烤，伊講參數，你白話伊食破度嘅啦，你烤，我講啊。講攏無效，意思啊，伊講對啊。哦，伊講伊幾時咩樣無效伊啦，無效無敗伊啦。唔知有咩啦？你講伊講伊無講嘢好啊，咩個了？你講無鬼啊？我無相信咯。特別問題是對係講緊可能話，人講嘅。講個波，伊幾字點啊？啲嘅。呢邊啲蟲，伊燒唔記得燒伊也冇掉，伊講。有寫名，無寫名燒袂掉。愛先從呢冇隻做啊！隻做物件嗰啲好事啊！物件可以無燒啊，燒袂掉，伊講燒袂掉。你個要講一句後人講咩去做啊？你個係個叫疫件啲厝嘅無來。伊講我等你叫伊來，因為伊改嘢冇嘅，個無好事啊！一叫來咩？但係叫佢講啊。哦，係你唔是伊成日起接出來人啦，就人創我點是裝啊？唔知哦。人困嘢。你介意講咩困嘅？冇 effect 嘅。阿喊呀！唔是話，我當然唔是啊。我看他點看。唔是話，不是我。像個 Darth Vader 一樣。哈，我看點。我給他 mute 來咪。你是膀胱。哦，膀胱可能困 ，because 一隻狗困誒。我先啊，我也是膀胱。係冇 reply 嘅咩？一個我講聽我細漢嘅時候，我做隻讀冊嗬，依隻困啊。That's what they're laughing at, because in Malaysia it's night time now. It's like really late. 特別你講嘢，我想起啊，大媽講想起啊。特別對啊，真係少嘅，拄到安咁嘅 case 咯。就是對係到來對。哦，對係鬥，對係接人先鬥。哦，係啦，即係真係看過拄到呀。唔捌拄到，我細漢嘅時看到呢，看到我媽對來呢。問題這是對係 complain 嘅啫。那對係 complain，我是跟他看對來啦，解佚佗嚟看。講話。都我係跟他解佚佗下呢，แล้วเรา都冇相信我看的。冇，你幾時看到？一時細漢呢，我只細漢呢。我知啊。冇幾歲呢，冇幾歲咧，貴線咧我都唔知嘛，細漢我都唔知。了伊就對來咯，對了坐了伊嘅迄個坐了伊嘅包椅位咯，坐了包椅啊，然後行去又都有時頭安咯。甲大漢嘅時候，甲人講特別無，人講下有影咩講？Stanley from our wall. He's silent.
未秒人高中嘅喎。係咪？我家手聽，你講話我聽到。哦，sorry。你講咩下咧？就會講過三年。你講，唔是過三年，我準備講。嚇，冇啦，細漢時看到呢啦，講細漢時唔知講馬斯嘛。แล้ว有時一堆嘢伊坐到博椅有就去博椅邊個佚佗，你見唔見我佚佗咧？你看，แล้ว個大漢嘅時度，個仔講哦有，就講背後講話，個謝時個講哦，佢看到阿媽對嚟坐到博椅對佚佗嘛。哦。冇啦嚇，แล้ว個大漢個真正大漢啊。maybe 是到中學是第個幾後啊，未記啊。哦，真久啦，我嗰時直幫到伊嘅，แล้ว真久冇幫到伊啊，แล้ว後尾直到是幫到伊，伊甲我講伊暑假煮嘅物件，แล้ว我都唔知講伊暑假煮嘅物嘛，我自然就細漢伊就歸先啊嘛。แล้ว我就去教我嘅媽人講，伊講唔知啊，阿媽說是幫到講伊要食咖喱麵。伊講環椒頭卜蔗，伊講安怎你個會知講伊暑假食咖喱麵？伊講唔知嚟報問我啊。哦。嚇，對買，伊講嗱，學你幫到你就去買，講夠使，講你未去買啊，你就自己還身。伊講伊唔是學我幫啊，學你幫嘅嘛。伊叫你買係要咋？做得不好。會歹啊！去買咯，買啦，去布拉蒂古社會買咖喱麵啊，去拜伊。我個仔冇講喺多一趟啊。你上暗迄邊啊？你上暗。哦。Reclining Buddha。Reclining Buddha 咧。冇。啱對面啊。是咩？上暗喎。上暗是我請問卡拉拉嘛？上暗是Bermele呢位嘛是哦。Bermele 唔是。我老地古所邊嘅。我不老地古說邊嘅，我 before 這裡灣區迄個 clinic hospital 位嘅，伊就係條來。哦，我知我等你多長嘅咧，brown 唔是 brown 唔是，Bangkok Road 嚟邊啊？Bangkok Road 嚟邊啊？自己Bombay對紅灰攞邊嘅，差唔多。上個是呢款，伊對邊嘅 building 唔知是是係咪 building 啊？叫講慣咧嚇。flat 嚟，唔知是 condo 還是係咩嚟？是 condo，Bangkok Road 誒，伊 condo 是 Bangkok Road 嘅位嘅，後尾是這個啱嘅，入啱我知。伊係到喺邊嘅咯。哦。咱哋講這個講要拜人歸事未啊？你會記哦？就是講啊，去土字了，伊人講學伊字了，伊人叫把伊人做下관啦，伊講若是丟伊字，伊講到伊人講伊袂一隻雞甲一隻豬，了遐個人丟字了，伊嘛是去拜咯，買燒雞燒豬去拜伊，了伊人講個無歡喜。了伊人去拜嘅時，人講我賣一隻雞一隻豬，一隻雞一隻豬是啥物？伊個兩個囝，一個小雞小豬，人講賣伊個囝。會聽到嘅隻囝，邊個福建會聽到呀？本來福建咧。未記啊，有記哩哦。最好我就把打我是做幾個戲啊，我就未聽個了來 idea 個了，好做幾個戲。自己來啊，羅班長來啊。Hello， 我來啊，我本地唔係 join 啊，特別未當，我聽 live， 我聽家自己嚟夾。我來。我班長嘅。你本破病啊？你很少。我白了來了嘛，我聽家古嘢我白了。我都講我反正想嘅 post， 所以我冇去 camera。我班長第一隻佢啱嘅。我去過嘅時也好，我公司就隻古嘢都在哦，我同你講公司，然後我只發聲都在哦，我只咪賭掉，不過只賭掉去幾十個。講。我一個咧是我嘅查某嘅一個 colleague 啊，
同同事啊，因為佢早係咧，我公司有一個老嘅，安怎講啊？無如今年有一個colleague pass away，過身嘅，有 cancer 啊。然後我同事咧，伊個去 photoset machine 驗物件，要俾對嘅位咯，嚟到對坐伊個家己嘅位咯嗬。你看到一個假尾角嘅查某坐了伊個位咯咗，你個杜啦，你係講。因為我嘅公司係做 agent 嘅嘛，直接出來，但是講哇，伊個 agent 呢大膽，去坐了伊個位，抄伊物件，你知哦？你要不要行過去看哦？你行過去一個，剛好看到，咦，無去哦。因為大家公司有做物件炸掉嘅嘛，所以咱看到安尼款爾嘛，也是頭皮皮做工啊，咱看到款爾，比伊看到一個假尾角嘅查某，你知？你無幾個長啊，你知哦？你特別伊唔知講，原來有今年啊，有一個。嚇？少年嘅。嚇，少年嘅，伊條 cancer 保到今年5月還是6月，甲80歲呢？最近甲80歲呢？無夠半年佢。我邊做本啊？嚇，你好，可能嗰是坐伊個位，伊妹妹伊去，伊無甲人講本啊，妹妹嗬，伊去問喺度邊做甲久嘅人嗬。伊講，你人個嘢啊，handphone 喺看先直接看咯，就係講，嚇咯，嗰時安尼看咧，伊講。你看到個時候，好啦，我講唔要緊啊，唔要緊啊。你講應該是伊個笑了伊個工啊，因為伊個查某住喺邊嘅位，伊係咧條 cancer 死嘅查某嗬，伊住喺邊嘅位做阿家應該有20年、30年嘅，20年啦應該。哦。然後伊最近2年咧，伊因為條以前是條 cancer，所以伊無做，伊停伊哦。然後今年80歲咁咯。你講看到嗰隻真是啊，你講奇怪，不是對哪一小小嘢講，嗰隻一小暑假嘢講，係是。Your piece？ 你多嚇？哦。我多上一節哦，我唔食，我食咩嚇？我就是食物件，我食物件，我去我後尾係你 pantry 會洗我鴨嘛，我 lunch box 啊。我洗啊嗬，我個聽到一個人到我後尾成日學一個人我。哈哈，反正就，我話實是我係當時打波嚟嚇我咯，你話邊個去咗死無人嘅喎，我個邊只邊個無人嘅，我係咪死話啊？我同意啊，我會唔會一個發生就近住講你話個 list 看到係你打波背吉你啊，我即係正定你大家講起，我都冇個人講。背吉啊！嚇，你我係是聽到成一個打波嘅聲，就會可能成個嚇路可能。伊是笑啊，特別我就實是我一個打波當時大熱嚇我誒，伊就是甲我出現到我後尾嘛，了我實是嚇我邊個去唔是伊啊，無人嘅喎。你做好係是大聲還是細聲？伊成個大人嘅耳邊啊，見啊，安咯。哦。了我感覺，了無路，了個一個咧，就是一個拜幾啊？一個拜字嘅時候。我個做工一半，我坐電梯去樓下嘛，我去交物件互人嘛，交物件互 agent 啊。然後我要坐電梯去咯，然後我嘅電梯咧是四邊架，咱要是行嘅嘛。所以我坐入去，我咪講我坐第6樓哦，我坐第6樓啊嗬，我無邊個要捉行咯對哦，我捉我頭毛，捉我咪聽叮，伊個 lift 開啊，你知哦。我咪實是教嘅咯，我話誒，你話四邊嘅咧行，做咩事就邊個去？冇，我頭前係你唔是，我頭前係你一行啦，比看無咩有嘅種啊，像 aluminium 啊款啊，你後尾三邊啊，嚇，你後尾三邊咧，個是係你只正行，只正係足行行嘛，咁我邊有要照我頭毛，照我衫學水啊嘛，款啊，然後我就。然後我聽到伊係你理髮門叮開咗就是舊我嘅6樓啊嘛，然後我要行出去咗，ground floor 嚟喎，然後我趯到對冚咯，你知我趯到對冚嘅時，你知我看到未哦？咩？我看到嗬，第11樓門趯掉，你知哦？耶！了？第11樓咧，即係第11樓咧，就是在嗰邊嗬，傳說。伊無隨互人出去，像伊迄個公司無隨出去互人誒，伊第關你隨甲第10人誒。哦。然後看到11樓開，個表妹無去想咧，坐我咪坐冚咯，
我大琴啊嗬，個真開哦，แล้ว話曬是學校人訂咯，因為學校是有人要坐訂起，我係你每門就開嘅嘛，แล้ว話訂掉開啊，我就去看學校人訂嘛，我訂掉啊嗬，我看無人喎，แล้ว話接來個真琴咯，琴啊一個真開喎，แล้ว第三道就直接 continue 可能 repeat 上嘅物件，我心想啊，究竟係你愛坐，你坐啦，我行出來咯。我就行出來電梯坎嗬，受起31樓嗰度。哦。所以伊有可能要坐，我坐到夜里花有可能，แล้ว無踩，我就起冇幾長㗎了。แล้ว嚇？你愛你已經在講11樓冇咩好事啦。因為我嗰邊咧要搬去嘅時咧，個只濟人啦，唔是多邊做工，阮在講嗰邊只濟鬼嘅。哦。伊古早有請西工啊，係咪㗎？我去念經過啊，特別阮伊西工就是甲伊迄個樓頂迄個 Wisma 嘅頭家講嗬，啊，樣是迄邊嘅 resident 嘅，所以袂做旺嘅。哦。แล้ว我在講迄樓咧，11樓咧，因為我嘅朋友嘅另外一個頭家啦，伊本是搬來一個 Wisma 裡頭嘅大地10樓，兩百搬 office 咯。講出來。Makin, dapat kita serang tay pun eh. Dah, makin, wisma tutut deh, ha, ini bapak kita tetap lama. Kita ni tetap lama, ha, dah, yang go puan office tapi puan ke ame, mah yang siu mikian. Lah yang go siu mikian, yang go tiada lau ting ah, ulang ting ki ting lu jauh sah, ya ti tui ting, ubi sih ah. Lah tong ah, bo chap iyo. 就是講樓頂應該是修理aircon啊，佢就10點幾修理aircon，有冇俾老時候咧就就我講，誒10點幾係咪叫修理aircon？真係啊！你有冇俾個動，有冇猜一路動大聲，你 continue 冇 stop 啊，就係嗰啲動，咁會唔會可能10個人指住你走？誒我講數每一走。我講啊，如果你動啊，我紅起咪笑掉啊！誒你唔係啊，你笑掉咩？我去 LA 嘅時候，各位高諾蘭，我咪是坐我嘅爸母人去坐飛機咯。我禮拜尾我就送人去坐飛機啊嘛，所以禮拜尾我咪是幾尾一尾到啲 LA 嘅位咯。แล้ว拜一就去個走啦。แล้ว我係記我困，我如果唔知7點6、7點嘅可能天已經幾難波啦，特別我聽到人咚。等一個人聲啲 construction 咧，因為我早起我就講死，做乜事 construction 咧？早冇咧，我就起行我頭拍電話去咧，front desk complain 我做乜事 construction？ 你講冇啊？我講我嚟佢哋學校都冇 renovation 冇 construction， 我聽到佢。早起我唔知是5點幾6點幾是聽個1點鐘嘅嘅，我未打電話返去 complain 咗咋，因為我是叫我哥咯，我哥講我聽，特別我哥講有可能是 pipe 嚟，特別我不聽佢 pipe 嘅聲，本成日講水 pipe 嘅事啊，肯定有，特別即是咚，你成個有 rhythm 啊，肯定嗬，咗啦，哈哈。冇得對人清三拜啊！哎呦，冇清三拜啊！等陣我都是聽到 rocket 嘅聲啊，蘇，我但係咩笑掉啊？所以我拍定我查落你，我拍定落去啊！但係我真係咩事啊？我一個係你喂切過啊，喂個腦嚟當數啊，一擺落去開 OD 啊，等住我坐了就物件，甲甲了人講出來，拜六嘅時候，定嚟拜六，伊去我 office 會做OT 嘛，然後樣吧做到3點幾，下晡3點幾4點啊，咪去toilet咧，咪斷厝啊咯，然後咪去toilet咧，咪冚開咯，就是無人啊嘛，樣冚開啊嗬，樣去到對 office 啊，是阿家無落去呀啦，伊嘅 bag 啊，會唔會變嘅，會開個就開到對嘅喎，所以。會唔會有時候講到底愛去冚咩？還是唔愛去冚啦？那會唔會有個實個在聽到你咕成個係你講嘅時候咧，成個人成個都講係你成個 construct 嘅時候，咕嗰陣時候嗬，當坐 lift 落去嘅時個冇啊
你有梅樓卡嚟隔嘛？security 啊，講咱今日有人來修理，會講呢，講無啊，今日拜六又無人來修理。我聽到是對，成個人香港人。對鐵定。咚，成人正講，我係頭腦是想到你講，就拍鐵定啦，可能。唔是講。我覺得聽到 rocket 嘅聲。rocket 聲我是咁講啦。這裡係這裡我朋友。膀胱，但係我拍定，我拍定。做咩事？我一困嘅聲。膀胱做好棒了，佢。你學點幾禮拜啊？你學點幾禮拜就是有困嘅先啊？我聽嚟聽啲，我講佢。我聽啲先啊。沒有了哦。沒有了。辦公室在幾呢？到你邊呀？沒有掉誒，只間打包。特別膀胱固定嘅嚇。我聽到一聲個喎。膀胱嘅 rocket 呀，膀胱車喂。膀胱車了。膀胱車喂。係咪？膀胱聽到我差唔多半點鐘啊，聽到蛋。膀胱都困路忘掉啊，忘掉係咪？你忘學幾對哦？我甲你講，我真係甲你講佢哋，我笑對了。笑對。唔好connect 了，點樣 connect 了 ？connecting。膀胱，你使學師字頭性 before 都講啲。叫你啊，叫你。有故意嘅。呢個困嘅色咧，嘅時候就嚟講。我嗰陣時係咪人講話？講。我先舊毛本嘅時。好。家己睡頭前厝嘅時，我 before 我嘅 family 過嚟啦。然後有一擺嘅時候，唔知點解我困，我 feel 到有人。叫我嗰隻，and 一邊一隻冇誒，一邊隻我哋嗰邊，我就講我哋困嚟叫我請，叫我，我哋請嘅時候，個人驚個意思先，你講可能下請，可能叫請，可能叫你。比如你是後邊啊，你困辦時看到雜包邊，我你個請起來，還是你請起來個看到雜包邊？唔是，伊是。請起冇可能就冇變啊！是都即係講，我哋就嗰啲叫我請，特別我哋請嘅話，嗰時叫咗位請起來啲款。哦。我question的妹。妹。那伊個查某是紅毛啦，是長人啊，水無水？老，唔講真正老嘅查某係。紅毛是長毛。紅毛。唔知就是嗰隻大條餅嘅。我家己我睇個未見啊，嗱家己個家己拼家己咯，冇啦，唔是幾嚟家己下邊嘅，啊你多幾年過都不輸啊，到後面多幾年都不輸啊。你家鄉鬼鬼嘛？我啦，connecting 嘅，都鬼嚟困嘅。鬼聽到伊困嘅落嘅嚟聲唔得。膀胱，會啊咁解嘅。咁就叫我去隔壁房。當時我做啲，嗱未使講香港阿本嚟冇啦，我佢哋講香港膀胱。香港膀胱。我打我哋日香港膀胱嗰啲啦。我困你估咩？你困估啊？我教估啊你。哎呦！在到對困呢？我只聽講，係咪試下嚟打飛的？係咪試下？因為 rocket 其實係 orbit 一堆嚟啊！一陣間飛機未 start engine 未 start 嘅飛機啊！你一直是怎啊？我覺得笑。OK，咁鎖定啦，見名呢講個定就好啦嚇。咁上晚這禮拜特別嘅邊呢是魯馬班長咯。
แล้ว接落陣嘅某個禮對冇講掉，แล้ว個我講 sorry 我頭晚本講袂過邊，我講無，我頭晚個拍球隊那樣。哦，你咪得明年啦嚇，你講咩講個咩？明年哦，確定啊，我 next to 未記啊，等我話。邊個四三？邊個四三 ？OK，個阿韓咯。一個大媽困起咧扮光咯，個響佢扮光啊，你我前邊咯，英國點啦，有走去了停止啦，加工啦，拜拜，แล้วก็有龜山呢。Good. แล้วก็ตัวแล็ปเท้าตัวทีมสกายเอาเป็นตัวแล็ปเท้าบ๊ายบายก็อีกอาจารย์บายคุยเดียวฮะ所以杯來問關我車。我講隻貴邊。什麼 miss 起啊？我第一暑假食的就是我煎加飯蛋。我煎呀，嗰啲死個。我煎啥物？你講㗎。係你豆嘅料嘅咯。豆嘅料伊。當啲火腿啊！咩啊？我琴日攏開嗰啲線呢，邊啊？攏愛嘅包槍講佢邊啊？是佢實講。OK，啦，拜拜。我自己關了啊，拜拜。拜拜，小龍，小慧姐。我還沒數。我準備講邊啊？你去叫毛毛姑接來啦，伊個係你邊啊？我baru ka beco niya, okay? Oh, kami oilai, kami oilai. Oilai kong oilai. 我做嘅ลูกเกี่ยวอี啦。ฮะลูกเกี่ยวอี啦。我做叫伊 ，OK OK 我叫伊。我讀叫未掉伊本，我記住佢只無應該叫本啊。bằng con tới này ăn không bia này lắm bia này. Mà ơi, khuyên á, cái có thể tặng. Mai bằng con bằng sao mà mày thích con nha. Đó là sai, đi sang ó đi kìm cho nó chuẩn lại không có ăn. Mà ơi, khuyên á,我跟你講太bằng sao là. Phát tên nó lúc sao tầm á nữa, ó lúc thế. OK， 琴日，我過來開邊啊嘅 topic 嘅時間講佢先嘅啊。OK。OK。